带领互阮会当入目真理，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知影今仔日是基督教的年历的过年，今仔日是基督教年历的新年。新年吼，咱的长老会翻译做大降节，这是毋对，翻毋对。吼 ，Advent 应该翻做大降期，期甲节无共。圣诞节是圣诞节迄日，了解吼？圣诞期就是为圣诞节开始到伫迄落迄，到伫主显日，安尼了解吼？来，过活节甲过活期嘛无共，期是一个真长的迄落，所以毋是大降节，这因为这是有连续4个礼拜，所以说大降期，吼，大降期，那是安怎较会号做大降期咧？大降期的意思就是讲，咱的信仰是以用耶稣基督做中心，所以咱一年教会年历的开始，咱就是要来欢欢喜喜来迎接耶稣基督来点伫咱中间。耶稣基督伫咱第一摆来咱中间是啥？圣诞节。所以大降期就是咧纪念耶稣基督要来啊。第二项就是讲，耶稣基督死过活上天，伊担要为遐搁再来，所以大降有2种意思，一个是纪念、孝念，一个是望迎接，你了解吼？2种的意思。咱这个大降期的2个礼拜，头前2个礼拜是重点是伫耶稣基督要搁再来，后壁2个礼拜是强调。耶稣基督礼拜要来就是圣诞节，安尼了解吼？好，咱拄仔所读的迄个经章吼，是路加福音耶稣讲到终末论。哇，这终末论嘛，基督教的词句啦。啥物叫做终末论咧？2个意思就是讲，我若是要死的时阵，这是我叫做个人的终末。我要死的时，我就知影讲，我的灵魂甲我的身躯会分开，我的肉体。伫即个世间，即个肉体会留伫即个世间，肉体叫做魄啦，安了解吼？魂魄捌听过无？魂魄吼即个灵魂会去到咱的天顶的祖家，所以台湾人是叫做三魂七魄，捌听过吼？三魂七魄，就是讲你的魄啊，就是你5官你这身体吼，拢总会烂去，这叫做七魄啦，魂归。魄散九霄，魂归六国，魄散九霄。魂呢？台湾人是认为讲哦，咱的灵魂有3个啦，3魂啦，吼，3魂7魄，灵魂有3个，所以伫这台湾的民间宗教，一个灵魂爱引去对，引去阴间，过奈何桥，到遐明波亭，食咧明波水，安尼了阵过去，但是袂去去，所以入落阴间。所以台湾人就爱叫道士来看亡，了解吼？就爱看亡，即么大家做亡厝，对毋对？有山定有水，有人定有鬼，有阳间就有阴间，台湾人这看法啦。所以就爱带去。第二个咧，这是受到道教的影响。第二就是讲，这灵魂引导到咱这拜日的时爱合炉，就是讲咱担神主牌担遐咧拜。拜的时就是安怎？这就是受啥物影响？儒家的影响，儒教就讲叫阮心中对阮，就爱含要祖先安怎拜，爱啥呢？问串生，听有无？做鸡，再拜安尼。第3就是讲叫和尚吼，引起西方。所以你这三教宗教吼，一个众生拢爱真百万呐。好，拜迄个乌参个什物基督教拢免食，因为我一摆伫迄落当，11个过往的人吼，我就来祈祷了，刷到那有时，因小弟讲，牧师啊，你带阮这信仰所，免怎引魂呢？找无我当引，就要杀成啥？基督是5家之主啦。啥咧摆下来，讲牧师头引得个啦，引得我讲无啦，阮基督教吼，这灵魂吼已经到天顶去啊啦，伫天顶咧享受啊啦，免去到免去地到到阴间吼，你怎么拜拜？无这。安了解吼，这叫做个人的终末，安了解吼。第2种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末，
世界终末就是讲，到这个时阵，今仔耶稣讲的是世界的终末。好，今仔其实耶稣今仔有两项都有讲到，伊就讲，好啦，咱来看这个路加福音，到咱再看25节到27节，讲迄时耶稣对门徒讲，日月星辰拢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万邦拢真艰苦，因为海鹰嚎嚎叫，因着惊吓。咱来了解吼，这个世界的终末要到位，咱基督徒含因无共的看法。咱来看28节讲有这个事的时，恁着挺身抬头，因为恁得赎的日子到啊！我感觉真歹势，基督教咧团这终末吼，拢团到足惊吓的，足恐怖的，对毋对？其实耶稣有分两项，伊讲世间人是非常的惊吓，咱基督徒是啥？是啥？是挺身抬头行大路。因为这世界要终末的时阵吼，咱世间人所挖靠的这日月星辰，这运转拢乱去。那亲像迄个创世纪第1章第2节讲哦，讲这个上帝源起头创造天地的时阵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对不对？空虚混沌，说是真惊吓，伊用安那好哦，安那画好，啊这东啊个山邦地理啊。日时咧，我害啊！日时说乌天暗地，暗时咧，我拢惊吓，惊到要死。但是咱基督徒讲知影，这个掉头对咱来讲，基督徒讲这是咱得到救赎的时阵，这什么意思？全世界吼，若无信主的人，看到所有的惊吓，伊就感觉讲害啊，终末啦，我走袂去啊，走袂去啊！对基督徒说倒变，就讲哦。这是咱的主，伊要大权能降魂对天，要来咱这个世间，所以这个世间会变开，变做一个换新，变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新创造的新天新地，所有一切的反对的势力，无论是科技，无论是帝国，无论是什么种，所有反对势力，拢总样去。对咱来讲，咱知影，这是新世界要到位，咱是新世界的子民呐，咱了解吼。新世界的子民，我不要讲譬如讲头前，那是讲咱今仔日为人看到头前，哇，迄军队安尼足严肃的，足严哇，咧刀枪安尼炸来咧，所有的敌人拢杀死了。有的人哦，有一群人哦，说毋知影怎我冲过啦。冲过时军队吼，拢总啊举手欢迎，因为啥？伊是这个国家的子民，咱了解意思吼。这个世界愈危险，愈惊吓，天这个地动乌天暗地的时阵，咱基督徒咱知影，咱是得到救赎。这救赎什么意思？其实咱伫这个世间吼，真侪人实在行伫这个世间吼。台湾人讲哦，乞食嘛爱行大路。但是咱互迄个不幸，互迄个忧伤，拢自觉，互迄惊吓自觉足艰苦的。为人婚姻艰苦，为人身体艰苦，为人足侪艰苦的。为人互人怨妒，为人互人欺负，为人看袂起。台湾人讲吼，看人无，佮怨人有，人也有就怨妒，人也无佮看袂起。吼，安尼佮要含人有比有偏，这个世间真艰苦。但是咧，对基督来讲，终末毋是苦痛，终末是救赎。我估一个，我昨暝吼，我本来食饭的时候，有一人讲哦，来啦，阮先生吼，即马伫迄落啦，即马伫手术房了后要去交病房，我著规个拢撞去啊！人足侪艰苦的，对不对？艰苦绝挂这啊疼，遐疼，这疼。到时救赎的时阵就啥？咱的身体变做换身。所以咱拄爱使徒圣经内底讲啥？我信肉体的割活，迄当时咱变做换身。你看今仔经在讲啥？讲这个耶稣基督来审判这个世界时，咱是徛伫伊的心边，下面做徛起。耶稣基督在审判这个世界时，咱毋是伫下骹咧用审判啦，
咱是和耶稣基督做伙做王啦。所以你看咧，路加咧讲到这个中部的时阵，是真大的愿望啦。所以基督教吼，红笑讲说恁这信耶稣，死无人靠，捌听过无？个死无人孝，我死无人孝，够可怜。阮老母讲哦，恁这信耶稣上毒的，心无毒的。我讲是安怎？嗨哟，恁这牧师若咧当做事的时吼，拢摕一支迄落，拢人目睭互乌开。我做牧师，我毋捌人乌目睭呢。他有咧乌目睭诶。伊讲恁都是无孝啦，所以出来说恁说这死去爸母做妖怪啦，妖怪佮加细字，死过去，规目睭乌开，要死人偷食。我想遐尔多，无就代志啦，无就代志啦。惊吓，其实咧，大家对死亡足惊吓。咱基督徒死亡是啥？死亡就是咱的身躯甲心，咱灵魂分开。咱的身躯全烂去，烂去了后咧，咱灵魂到耶稣遐，伫遐得到真大的安息。等耶稣第二摆对死人第二摆对天顶搁来的时阵，伊就咱身体换新，变做一个新的身躯，甲咱的灵魂合作伙。迄当时，咱变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迄当时，我看到这个咱这姊妹，一定是头毛乌心心。面目白泡泡，了解无？哇，身体真勇健，真活力，真精英，大家拢变做一个新创造人，了解无？迄落时你袂看到我个腰酸背痛，头毛白白啦，我一个头毛才白啦。迄国中找阮查囝，因同学讲，你若讲我来找你啊？我因爸我未先讲的啦，无老讲啦，讲甲害我会自卑咧。大家学生讲，所以你若讲我来找你啊？到时拢变做换新的，换新的时阵呢，这所有。欺骗咱的、笑咱的、骗受咱的、批评咱的、吞打咱的、欺负咱的，拢伫下骹，咱伫顶悬。其他耶稣讲的，咱伫顶悬，咱是变啥？含耶稣基督做伙做王，因为咱是王主。这是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这耶稣基督甲咱讲的。第二项，咱来看到这个29节到31节，讲到无花果布影的时阵。无花果甲逐种树啊布影，你就知影夏天到啊。这意思讲啥呢？讲咱知影耶稣基督要来的兆头，有两种的兆头，一种的兆头是啥？这个无花果，无花果咱台湾这么开始有种啊。无花果若无结果，无结果变做无果果，迄个无花啊，个无结果都变无果果。这无花果，伊这是咧代表讲以色列人。耶稣讲一句话时，请问的，2000年前，1000多年来，耶稣基督的教会拢用笑，讲无花果较有法度讲布衣咧。以色列这国家在用灭亡较有可能搁挖开。咱若讲即马匈奴要搁挖开，敢可能建国啦？捌听过无？匈奴大辽有啦，迄个这大辽若要建国，敢可能？毋是这大辽啦。西辽就对话，建国较有可能。这个以色列个国家扬起、散去2000多年，结果就一直1948年复国。所以这就是讲上帝关联到位啊，上帝关联到位啊。个一种，这毋是干讲到这来，佮讲到啥？讲到这无共的树啊，逐项的树啊。所以咧，那安尼来讲的时候。什么人有可能会想象到讲苏东坡？捌听过无？苏联甲东欧甲东欧一波一波倒落，叫做苏东坡啦。你个是苏东坡，你个是咧宋朝苏东坡，毋是啦，是迄个苏联甲东欧啪倒了。你看因较早军队遐尼强，因的原子弹遐尼多，因全世界。第二强啊，除了美国了，倒了。即马中国咧外咧耀武扬威啊！即国家愈极权、愈严重的时阵，愈压迫基督徒，到时就总会拢会，咱就知讲哦，上帝国永远徛起。所以咧，咱来看伫这个31节了，34节到36节，讲到啥呢？咱知影耶稣要来，咱第二样就是讲，咱即马咧。咱即摆要安怎生活？这个较重要。伊直接讲到两项。
讲着叫咱消极的，毋通贪食酒醉，毋通烦恼。啊，佫一个是积极的，伊积极讲咱着爱啥？爱敬献祈祷。好，咱知影路加吼，路加福音真无共的所在。路加福音是真疼这个送养人，真同情遐真弱势的妇女，啊，对这个世间啊，所以咧，伊讲伫这个耶稣要来的日子，咱毋通非常的贪心，啊，毋通安尼。我顶礼拜有讲过啊，好野人吼，啊，减食一喙啦，啊，送养人着啥，食较胃。哦，毋好只等下贪食、贪心。伊这咧贪食，其实伊的原文是讲着贪心啦。贪心的意思讲，哦，我迄含咱一个青年讲话啊，伊伫一个公司要上班，上班了有一个公司要挖伊，啊，伊来讲，我伫遮薪水4万，4.5万，我来你的公司好无？4万花。迄公司讲，阮经理才4万尔，你有可能？你了解意思无？咱有一个兄弟，伊甲我讲，伊想要转来盐工厂，要来做礼拜，含做伙红书，为逐摆要转来。伊结果去高雄市的市银行，讲你会花我偌济？伊讲我互你5万2。迄摆兄弟讲，哪会安尼？爱着问即么偌济？因为我即摆的薪水是即摆你咧讲的3倍啦。伊讲，阮总经理嘛无遐济，啊，你就知影讲高雄哦。是非常的啥？有钱人够有钱啦，啊，互人个薪水够低啦。我迄阵某一个公司，我莫讲人，迄污染高雄是足咧。伊老公因2个囝拢伫美国读册啦，一年开400万啦。伊个薪水一年超过600万，啊，啥事咱教会伫几个兄弟伫遐做工，敢若3万块尔，你知影意思无？资本家趁遐济，我嘛识个一个。做营造的，伊嘛晓讲因2个囝伫读册，安尼弄安转来了呢，2个拢才开2000多万，2个拢才开2000多万，伊还好过，啊，其实大家拢伊员工逐个拢遐歹过，你知影高雄市哦，实在是，毋知影哪会安尼啊？比台南、比台中，尤其比台北拢袂比的，就是贪啦，伊敢若因趁得好啦，啊，别人拢毋好，啊，这是我感觉足艰苦的。所以伊直接咧警戒啦，讲咱若是真正基督徒，咱袂使别人的喙咧食的物件，咱应该人会生存的物件，咱夺来，这叫做贪心啦，贪心啦，这袂使安尼啦。啊，搁即种就挂路，我感觉挂路这是咱较艰苦的。哦，我看到一寡兄弟姊妹哦，我看伊个面色甲面神就讲，你是偌久无困啊？伊讲牧师啊，半年拢袂困伫啦，烦恼甲。讲你是咧烦恼啥？我伫迄台北咧无回时吼，一个兄弟特别讲困袂着，倒讲，我讲啊你是哪较困袂？讲我的存款伤少啦，我生活介艰苦啦。伊大毕业，要读迄个政大 MBA， 我讲你存款是偌济？伊讲牧师啊，多3900尔啦。啊你敢遐少？讲3900万啦。15年前他讲伊3900万，啊讲伊讲3900万，你在烦恼啥？伊讲我佮3间厝啦。一间厝拢1700万啦，啊！你一个囝尔，啊！伊就问我牧师你偌济？我讲哦，我含你比，我算看卖，我叫牧师来算算，我讲我才有5万块尔，啊！你可能你看这烦恼这毋知烦恼啥玩意？毋知烦恼啥玩意？伊财产几亿个，啊！咱烦恼甲安尼，所以我感觉有人咧烦恼。有人讲啊，我愿意奉事，我愿意啥物？但是我若想着我某囝，我就无法度。无法度，这个烦恼，互人大家吼，人俗语讲吼，人无百年寿，常怀千岁忧。啊，人都活无100岁啊，烦恼1000年。我感觉人咧烦恼的，人烦恼100项代志内底，100项代志内底有40项是永远袂发生的。安尼讲吼，40项是永远袂发生的啦。啊，佫有20项哦，是吼会发生的，但是你会当解决的。啊，这你又免烦恼。啊，佫有几项拢种啊，话是吼，伫别人的嘴里啦，可能烦恼别人的嘴诶，讲什么话？啊，伫别人的嘴里啦，
迄你也无当，迄你也无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诶是已经过去啊，你安怎都袂当挽回？所以做讲100项哦，值得烦恼诶哦，我8项尔。所以咱92项拢毋免拢加烦恼诶。啊，这8项咱就讲啊，咱就来找看，免怎来应付，免来对付。所以大家为着这行行，所以地教咧应该听人，应该奉师，应该安怎拢总无，都拢去。啊，到尾讲积极啥？积极爱常常祈祷，常常祈祷。意思讲，咱爱坚持，咱爱常常祈祷，因为咱若祈祷的时阵，咱含上帝结连，咱会当为上帝得到智慧，甲得到恩典，甲开力。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咱会当来听上帝，甲听人。所以哦，圣经耶稣讲到这个话时阵，第啥？伊讲到咱将来是毋是含耶稣基督做王的关键是，咱即马是毋是有好好奉事主？将来见主的时阵，伊要审判咱的是，咱有对这弱势的人，遐赤身裸体的人，你有互伊穿无？遐喙焦的人，你有互伊啉无？你有一杯水，啊！你遐腰饿饥荒的人，你有互伊一顿无？在做伫这弱势的人的身上，就是做伫耶稣的身上。所以你有听这弱势的人无？我真感动，有一寡人哦，真可惜伊无信主，但是伊老讲，我一定要我的公司，我绝对要互我的员工过了生活非常的好，互因。拢总无任何的要求，啊，所以我伊看伊是，伊头讲好，我的员工大家拢生活过了真好，连台开车的司机嘛头讲伊的员工，伊的员工啦，讲伊的两个囡仔拢会栽培到大学，搁要帮，搁家己买厝，搁大家去买厝。伊讲我拢想着我的员工，我嘛会想着啥？我买我这下面我的下游的厂商，伊嘛应该趁钱。袂使讲阮趁到，应该互因趁钱。啊，趁钱了，我嘛希望我的厂商会买出来物件的品质会当互会当用拢赢。我感觉讲是毋是安尼？咱基督徒是毋是咱真正觉醒？真可惜哦，咱咧讲道我下骹的人吼，真少遐有钱人啦。我知影足侪有钱人啦，有钱人但听我讲这个道，拢足找我，听要挡袂掉，拢挡出去。我挡袂掉，迄查经安尼，我一摆查经嘛是安尼，我对遐译来译去，迄7、8个安尼讲到即个道尔吼。因讲，牧师啊，咱莫查经好无？咱来祈祷得。好犀哦！咱莫讲这，啊你较讲拢讲这，我讲，毋是我讲这，是圣经都讲这个啦，毋是我爱讲个，我来讲过啊，一个人讲，我牧师啊，好啦，我愿意听你的话啦。讲啥物意思？我是鼓励因哦，人若要过往的时候，要面对主的时候。上好，你就用你会所得的遗产1/10哦，做上帝利用，帮助较侪人的，做祖先。这1/10本来就归上帝。伊头讲好啦，我愿意啦。伊要预立遗嘱啦，要再生立遗嘱。伊头讲牧师啊，我差不多算都5000万啦。伊讲要5000万要复原，我讲感谢主。啊，伊的意思是讲看法就特别啦，啊，得啥袂？我无，我讲你含上帝关系。你捌比我较侪，你也毋上帝了。结果平者看到俩讲剩500，啊，结果落尾封去偌侪，咱知？封偌侪？你想会到未？讲迄个5000万，迄500万咧，全疆拢总封个2000块，这2000块都印迄个顺序单的钱尔。伊讲我所有遗产拢互阮囝，阮囝以后会封建啦。这实在吼，咱爱知影呢。我在做囡仔时，阮兜上好的切种、切籽啊、菜籽、切种，阮老爸拢破得拍甲打，喊我打，按下起。我这较无爱卖，这较无爱食。阮老爸讲戆囝，明年要食啥？这要种的啊！你若无种落，明年要食啥？啊，基督教咧讲这个观念哦，讲咱一世人哦。咱所有的行大行为，咱所做的是咧种，种落以后会晓修成。所以面对末世，伫即个大降期的时阵，咱得来想讲，主耶稣啊，我要迎接你，我随时会
拄着我人生的终末，对不对？拄着人生的终末，我即个去台北的是，一个姊妹一直要催阮讲，伊要过往啊，一直要见我面。啊，到尾牧师娘迄个看到尔，迄个就转去啊。因查囝仔还袂倒来，我足少年的，人生无常啦，毋知当时要拄着啦。啊，即个时阵是毋是？每一日当做最后一日，我会当听人，因为即马保罗先生讲啊，讲当现在会当敦到永远的，就是啥？信、望、爱，对不对？对上帝的信，所以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对上帝将来要过来的愿望，耶稣要来的愿望，但是这三项内底上大是听，因为咱到天顶的时，咱已经和上帝当头对面嘛，对不对？咁就需要信，唔免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已经身躯变做阳光的身体，和耶稣基督伫遐做王，咱敢就爱去愿望，唔免啊。但是迄当时，咱甲上帝见囝儿。伫遐欢喜三听，唱诗阿拉上帝，迄个是听是永远存在。所以伫咱即马伫咧中末伫遮个时阵，咱想着讲，咱是毋是伫即个时阵常常来想着，我是毋是咱来听即个世间人，听阮的厝的人，听我的厝边，因逐个拢真正需要咱的听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会当堪得。徛伫你的面前，含你三甲做王，含你三甲伫阳光的内面。主啊，阮要听候，阮要互阮会当把阮现在，搁会当做工的时阵，搁会当听人的时阵，搁会当奉事的时阵，求主帮助阮，成做你忠心搁有见识的管家，自将阮的一生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